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咪咪毛毛，台语安尼写，咪咪毛毛，形容物件扭曲变形、凹扁凹陷，台语讲咪咪毛毛。迄台车冲落坎卡，弄一个咪咪毛毛，啊，伊只拄买新车，就弄甲咪咪毛毛。另外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，买当用咪咪毛毛来形容。伊唔捌假捌，甲代志创甲咪咪毛毛。咪咪毛毛的咪，另外一个音糜。咱咧讲的稀饭，台语讲糜，有的地头讲糜。食糜的配肉酥、配豆子，真着味。啊，若糜饭是指稀饭甲干饭，一般用来讲三顿。囡仔鼻吐无开，无爱食糜饭，市面上有袂少针对这种镜头的中药粉，会当买倒来，互囡仔调理，开鼻健胃。啊，若像糜安尼糊糊的物件，台语嘛讲糜，譬如讲土糜，华语的烂泥巴，台语讲落糊仔糜。较早庄脚真侪小路啊，拢无空点啊加，只要落大雨，土家路就变落糊仔糜，拢爱穿挂工鞋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糜，落糊仔糜，咪咪毛毛，实在真趣味。